青衣島有3間酒店，佢哋嘅性價比都比較高，不過佢哋嘅位置都唔近地鐵站，要坐綠色小巴前往。大家可以坐呢部88F 綠色小巴坐到去總站，落車之後行大約5分鐘就到達酒店。由於綠色小巴空間比較細小，如果大家帶大型行李，我建議就坐的士過去比較好。乘坐綠色小巴只可以用香港嘅紙幣、副幣或者係八達通俾錢，收費係每位4蚊。今次呢條短片係同大家一齊由青衣酒店坐綠色小巴去到總站之後，點樣行去青衣地鐵站。首先落咗車之後，我哋過去對面呢個商場。商場裏面有超級市場，亦都有麥當勞。旁邊亦都有匯豐銀行嘅提款機。咁我哋用扶手電梯上去，上到1樓。跟住我哋向前行，繼續向前行。話咁快，我哋就到青衣地鐵站。青衣城商場分為1期、2期。2期主要係食店或者係戲院。1期就有豐澤百老匯賣電子產品，亦都有馬莎賣日用品食品，亦都有其他嘅大品牌。或者係金鋪。今日嘅介紹到此為止，再見。